花莲县长市政为个徛家伫东挂前，互人检举违法使用农地来起篮球场，也有停车场，到今完全拢无改善。所以民进党团是跳出来开记者会，讲花莲县府是放挂我，应该爱随来修正。 为着要了解花莲县长市政为甲立委鲍坤基非法使用农地情形到今拢无改善，花莲县议会民进党团特别去视察，不过现场已经封控交通笋，禁止入去，警方嘛出动警力现场搜证。我们一般老百姓如果这个农地没有做农用的这个使用，会立即的开罚，而且是连续的开罚。那我们花莲县政府裁处了吗？开罚了吗？ 这件违反农地爱农用的案件，伫2022年年底去互检举，控诉市政为伫徛街边啊买来甲租的农地，毋但无摕来做田，还阁起篮球场甲停车场，即嘛已经年外，要是拢无改变。地检署已经很明确的说有接获检举，那是说有裁罚，那裁罚的状况是怎么样？都没有立刻的在这个限期内恢复原状的话，那是不是还要继续来罚？是不是？ 官府讲，照行政流程，检举案爱由立管单位发文互乡公所查核感受违法的事实，再个由农业单位认定敢有违规。地政处已经做出裁罚，目前嘛伫恢复农地原本的模样。其实已经有开罚，那罚金大概是6到30万。该案也依规定在期限内来进行申请休闲农场的一个计划。 不过，现场的工程人员因驶的车，拢挂花莲县政府这篇公务当中，嘛，互县议员积极讲感受公器私用的情形。假若是要申请休闲农场，都要持续监督相关法令条件，感受应准。记者综合报道。